勞力是無止境，活着多好，不需要靠物證。咁聽完呢個開頭啦，相信大家都聽得出今期嘅主角要講嘅品牌係咩品牌啦？就係 Rolex 勞力士。歡迎翻到嚟品牌集第二期，我係主播 Hifa 阿俊。咁今期節目呢，我都非常之用心啦，去準備呢一期節目嘅，應該花費咗2個禮拜嘅時間去整理資料同埋成個品牌嘅材料，同大家上去傾嘅，亦都係希望大家聽完我呢一期節目之後，有所獲得啦。因為勞力士呢個品牌佢真係包含咗太多嘢啦，我覺得喺一期節目去同大家去表述呢件事呢，其實真係需要好多時間去揾佢嘅材料嘅。咁都係嗰句啦，廢話唔多講，我哋馬上進入呢期節目。想象一下而家呢個場景，你行喺一間裝修精緻嘅專賣店，玻璃展櫃在燈光下閃閃發亮，但你定睛一看，櫃入邊空空蕩蕩，只有幾款金錶孤零零咁攤喺嗰度。咁呢個時候，你就會問櫃姐：有冇嗰款鋼嘅潛行者啊？阿櫃姐就會笑住同你講：唔好意思啊，呢款賣晒啦，而家暫時冇貨啊。不過你可以登記排隊，等我哋有貨就通知你啦。呢個時候你心入邊就會諗啦，我有錢都買唔到，咩道理啊？但係更魔幻嘅係100年前呢，其實成個情況係完全相反嘅喎。喺嗰個時候根本冇人想買呢一種戴喺手腕上嘅錶，手錶係被認為係女人嘅裝飾品，男人呢就只會睇懷錶。但喺嗰個時候呢，有一位24歲嘅德國年輕人，就喺大家嘅眾目嘅呢個嘲笑之中，睇見咗未來啦。到咗100年後嘅今日，呢一個品牌嘅形象係變得無比複雜。一提到勞力士，肯定就有人會諗到係暴發戶嘅標配。俗語都有講，大金撈有得撈，將勞力士同埋財富直接畫上咗等號。大金撈嗰啲人通常嘅表現就係拗面拍腳，捂住嘴笑，同埋香港嘅經典電影入邊嘅呈現古惑仔陳浩南宋山雞嗰塊錶。但亦都有人諗得到溫布爾登網球賽場邊上嘅計時器，美國嘅歌手 Eminem 第一張專輯大賣後嘅第一件事都係打電話買 Rolex， 同埋基努李維斯送俾佢一出好出名嘅電影極速追殺嘅替身演員，都係送 Rolex 作為禮物。咁你就會思考啦，同一個品牌點解會有如此撕裂嘅兩面呢？今日我就帶大家去睇睇 Rolex 勞力士係點樣從無人問津變成一錶難求嘅咁嘅局面，佢如何從黑板印象中突圍，以及佢成功背後嘅核心密碼。喺第一部分正式開始之前，同大家簡單去講下呢期節目一個大綱啦。正如我開頭同大家講嘅，研究咗今期呢個品牌好多材料啦。咁包括有咩呢？有創始人嘅傳記，佢哋嘅技術專利、產品嘅拍賣記錄啦、市場分析呢啲啦，仲有2025到2026年最新嘅全球市場數據。我發現勞力士可以成為今日咁嘅樣呢，其實背後有5個核心維度嘅邏輯嘅內容嘅。咁包括啲乜嘢呢？咁第一個點就係佢哋識講故事，即係佢哋嘅品牌故事。佢哋嘅創始人係點樣用一啲瘋狂嘅概念去改變咗成個製錶嘅行業，
第二點就係佢哋嘅技術革新呢個層面啦，從豪式標殼到行動機芯，邊啲發明奠定咗佢哋嘅百年基業。第三個內容呢，就係成功嘅密碼。點解勞力士可以從工具錶變成成功嘅象徵？第四個點就係社會連結，呢個品牌係點樣同體育界、文化界呢啲領域去深度捆綁？咁最後一點即係第五點啦，就係關於全球市場呢個點啦。喺美國、歐洲、日本、中國，勞力士點解會有4種完全唔同嘅面孔呢？以及2025年嗰陣時候嗰個所謂嘅一錶難求嘅謎題，真相到底係乜嘢呢？喺開始之前啦，我先花30秒時間同大家建立一個勞力士嘅認知地圖，記住4個詞就 OK 啦。海陸空正裝，海係代表咩呢？海係潛航者啊，就係佢哋嘅潛水錶啦。陸係叫做迪通拿啊，賽車計時錶。空格林尼治飛行員錶。正裝日字型，最經典嘅勞力士。好，我哋而家記住咗呢4個詞，咁我哋接下嚟可以進入我哋嘅第一部分啦。喺1881年，德國巴伐利亞小城父爾姆巴克漢斯威爾斯多夫出生喺一個經營鐵器工具嘅家庭，但命運對佢並不仁慈。12歲時，父母相繼去世，叔叔清算了家族生意，將佢同兄弟姊妹送進了寄宿學院。呢個時候，大家就可以去諗下，一個失去咗父母嘅少年會選擇點樣嘅人生呢？威爾斯多夫在學校嘅表現非常之優異，咁畢業咗之後呢，佢就做咗一個決定，去瑞士。19歲嗰年，1900年，佢嚟到瑞士製錶業嘅心臟地帶拉夏德芬，喺一間珍珠出口公司就做咗學徒啦。咁聽到呢度，我相信好多聽眾都會有個疑問，佢去咗學珍珠同做錶有咩關係呢？咁你冇聽錯，呢一段經歷係令到佢學識咗國際貿易同埋商業管理，更重要嘅係喺拉夏德芬和附近嘅納洛克，佢接觸到了瑞士製錶業最核心嘅人物同埋公司。咁好快，威爾斯多夫嘅熱情就轉向咗鐘錶啦。佢進入咗一間叫富洛科爾滕嘅瑞士懷錶出口公司，擔任英文通訊員和文書。喺呢度，威爾斯多夫每日嘅工作之一就係給數百隻懷錶上鏈，並檢查佢哋是否精準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個20歲出頭嘅年輕人，每日面對幾百隻滴得作響嘅懷錶，一隻隻檢查、上鏈、記錄，呢種近乎機械嘅重複勞動，卻令到威爾斯多夫掌握咗成個製錶行業嘅基本功。咁轉下眼就嚟到1903年啦。22歲嘅威爾斯多夫呢，當時做咗一個大膽嘅決定，就係去倫敦。佢喺一間唔錯嘅製錶公司做咗2年，結果呢間公司呢，後嚟就執咗笠，名都冇留低。但係呢段經歷呢，令佢睇到英國嘅市場係有巨大嘅潛力嘅。咁喺1905年呢，24歲嘅威爾斯多夫就同佢嘅姐夫阿爾弗雷德戴維斯喺英國哈頓花園合夥開咗公司啦，叫威爾斯多夫與戴維斯。佢哋做嘅嘢呢，用而家嘅說話去講呢，就叫做倒爺，從瑞士進口機芯陷入去英國嘅錶殼入邊去賣。咁當時嘅威爾斯多夫呢，就有一個好瘋狂嘅念頭。喺嗰個時代，手錶係女人嘅裝飾品，男人就只睇懷錶嘅。佢嘅後嚟回憶都有講到 ，wristwatch was considered a joke。當時嘅腕錶係個笑話，所以佢當時就唔係咁諗啦。佢盯住嗰啲戴懷錶嘅 gentleman 紳士，心入邊諗，總有一日男人睇時間唔使再掏空袋，
而係舉起隻手就可以睇到咯。咁就嚟到1908年啦，喺倫敦嘅一架馬車上 Wallace 呢個名突然跳進咗威爾斯多夫嘅腦海。點解叫呢個名呢？威爾斯多夫都花咗好多時間去諗咗幾百個名都唔滿意，但係呢個名必須係要簡短，但係唔得太短，而且要放喺標盤上好睇嘅。咁就據說 Wallace 呢個聲係好似手錶上發條時候嘅嗰個聲，佢就諗咗下呢個名既簡潔又好讀，全世界都可以發音，唔同嘅國家嘅人睇住 Wallace 都可以讀出嚟。你諗諗喺一個嗰個咁嘅年代，冇互聯網，一個品牌要喺全世界傳播個名係有幾緊要？咁齋有名係唔夠嘅，威爾斯多夫咧仲要去證明一件事，就係手錶要同懷錶一樣精準。咁所以喺1910年，勞力士攞到瑞士嘅官方認證，然後到1914年嘅時候又攞到英國喬城天文台嘅 A 級證書。咁呢個 A 級證書咧，同大家解釋下係乜嘢嚟嘅，係當時航海天文中嘅一個待遇，係要嗰種級別先可以攞得到嘅。咁勞力士亦都係腕錶史上第一次。後嚟咧，威爾斯多夫都寫到啦，佢嘅個人觀點係懷錶將幾乎完全消失，腕錶將徹底取代佢哋。咁講到呢度，可以同聽眾朋友去一齊總結下呢一段嘅內容啦。你睇下威爾斯多夫係一開始點從一個珍珠學徒，再到去幫懷錶上鏈做文書呢啲事，再到佢創立勞力士呢個孤兒，用咗唔夠10年嘅時間就可以預見並改變了成個行業。咁當其他品牌喺度比緊邊個隻錶更靚嘅時候呢，佢就喺度做緊比邊個嘅錶更準。但係呢度有一個好關鍵嘅時間節點啦，就係一個好重要嘅歷史背景。喺好長一個時間入邊呢，勞力士其實唔係機械錶嘅巨頭。喺1945年到1967年嘅時候，納沙泰爾天文台舉辦嘅比賽入邊呢，勞力士同奧米加同時參賽嘅6年，每一年勞力士都會輸俾奧米加嘅。嗰個時候嘅奧米加有幾犀利呢？佢哋喺1892年嘅時候就做咗三紋錶，推出咗321計時手動機芯。連當時嘅百達翡麗、江詩丹頓呢啲頂級品牌都要向佢哋訂購。咁相比之下，勞力士更似一個樸素嘅工具錶品牌，走時精確、防水防塵，但喺複雜嘅功能同埋華麗嘅裝飾上係比唔過呢啲大牌嘅。但真正讓勞力士一炮而紅嘅係後邊嘅內容。接住落嚟，我哋一齊進入勞力士嘅技術史故事啦。呢個係一部解決唔可能嘅歷史，但係講技術之前呢，我要先講3個改變勞力士命運嘅歷史時刻，分別係2次世界大戰同埋1次石英危機。咁我哋先由第1次世界大戰嘅故事開始講起啦。腕錶係點樣從裝飾品變成軍事工具嘅？咁起初腕錶係作為珠寶配飾誕生嘅。1811年，寶基維拿不勒斯皇后做咗手握式嘅腕錶。1868年，百達翡麗為匈牙利公爵夫人製作腕錶，都係為女性設計嘅裝飾品。但發生咗第1次世界大戰之後，就改變咗呢一切啦。軍隊作戰嘅時候需要協同對視，放喺兜入邊睇時間根本就好唔方便。唯一嘅好處呢，就可能有機會幫佢哋擋子彈咯。而勞力士憑借小型化機芯技術，實現喺手錶上精確計時，喺戰時嘅需求就脫穎而出啦。咁啱啱同大家講咗世界第1次大戰嘅故事啊，咁就接住嚟講世界第2次大戰嘅故事啦。先用後付嘅道義之舉，喺1943年，納粹基本切斷了瑞士製錶商和主要市場嘅聯繫，但係瑞士邊境嘅德國集中營裏關押着大量嘅英國盟軍戰俘。勞力士作咗一個驚人嘅決定，就係俾英國
軍官免費發放勞力士手錶，每塊錶上面附帶一份票據，承諾戰爭期間訂購勞力士唔需要俾錢，戰後補償就得啦。威爾斯多夫甚至親自將手錶運到營中。咁就係呢一個先用後付嘅義舉啦，令到勞力士喺眾多瑞士製錶商中脫穎而出，樹立咗一個有道德、有正義感嘅品牌形象，亦都係點解今日仲好多人喺度收集緊二戰期間嘅勞力士軍錶，佢哋唔只係工具，更係善意嘅見證。咁嚟到第三個歷史時刻故事啦，就係石英危機啦。絕地反擊成就咗勞力士今日嘅霸主地位，但即便經歷咗2次世界大戰，勞力士喺1970年之前仍然唔係行業老大，真正讓佢登頂嘅就係一場幾乎摧毀成個瑞士製錶業嘅危機啦。咁背景就發生喺1971年嘅故事啦，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美元大量貶值，瑞郎就暴漲。一塊1970年賣1000蚊美金嘅勞力士，喺1979年賣到成3000蚊美金先可以維持利潤。經濟危機下啦，美國工人連汽油都加唔起，仲邊個買得起3倍嘅瑞士錶呢？啱啱提及嘅呢啲點都唔算攞命。最攞命嘅係1969年日本精工推出咗佢哋嘅石英錶，月誤差只有5秒，續航可以做到1年，而且價格夠晒低。石英錶係用電力驅動，比機械錶更穩定、更精確。咁石英錶一出嚟之後，直接對奧米加、朗琴呢啲老牌巨頭打到束手無策。點解咁講呢？因為佢哋本身做緊懷錶、計時碼錶、旋鐘、高精度測量儀器呢啲，石英錶係可以直接替代晒佢呢啲產品線嘅。龐大嘅產業鏈呢，又令到佢哋好難快速咁轉型，又趁啱擴大生產嘅時候，又冇埋出口啦。咁啊，直接將呢啲品牌嘅財務壓力拉到爆啦。奧米加呢就選擇咗同天梭合併後貸款擴產，石英危機一嚟，資金鏈斷裂埋。咁喺呢個時候，瑞士銀行為首嘅7間銀行緊急併購了大量鐘錶公司，揾嚟咗諮詢公司老闆海耶克當 CEO。海耶克做咗一個艱難嘅決定，選擇培養奧米加，降低浪琴。佢將浪琴嘅機芯部門拆出嚟，換建集團嘅 ETA 機芯公司。浪琴只保留設計和運營部門，失去了自主研發能力，變成了一個空殼。呢個就係我哋之前講好可惜嘅一件事啦。與此同時啦，阿海耶克就創立咗 Swatch 啦。Swatch 呢個名其實都而家目前都幾出名嘅，我相信好多朋友都知道呢個品牌。咁佢就用平民化嘅石英錶搶市場啦，同時將石英錶嘅定位往下拉，反覆鞏固機械錶嘅高端地位。用而家嘅說話，其實阿海耶克哥哥做緊嘅事，其實就係叫做捲。直接將石英錶嘅價錢打低落嚟，去維持翻瑞士鐘錶呢個市場啦。咁我哋到呢個位啦，可以總結一下啦。點解第3部分嘅歷史時刻石英錶危機冇講到勞力士呢？咁呢個就係點解勞力士可以生存落嚟並且登頂嘅原因啦。第一個咧原因咧好簡單，其實就係當時勞力士規模小。船少好掉頭，勞力士只專注腕錶，冇咁多產業線，受嘅衝擊相對較少。咁第二個好關鍵嘅就係佢哋財務健康呢件事啦。威爾斯多夫建立咗漢斯威爾斯多夫基金會，把勞力士全部股份歸入旗下，收益嘅一部分呢就用於慈善，另外一部分呢就發放員工嘅工資，完全係冇貸款嘅壓力，唔會因為短期嘅困難而崩盤。第3個原因就係全球佈局嘅問題啦。
勞力士當時係唯一一個喺15個國家擁有子公司嘅瑞士鐘錶品牌，能夠一定規避貨幣嘅波動。咁第四個原因就係職業經理人嘅制度啦。基金會管控下，勞力士用職業經理人而非家族傳承，避免咗個人嘅愚昧決策害咗個品牌。最後一個關鍵嘅原因就係佢哋戰略定力嘅問題啦。當時嘅職業經理人做咗一個好大膽嘅判定，傳統機械錶會流傳下嚟並走向繁榮。勞力士雖然做咗一些石英錶，但係從未影響機械錶嘅持續生產同埋研發。喺人哋仲喺度拆緊重組嘅時候，勞力士就偷偷地喺度發育緊，偷偷地將機芯從佢哋嘅1570更新到3035，再到3135，完成了3代升級。同時喺全球開設直營服務中心，以成本價甚至虧本嘅價錢提供高質量售後服務。石英錶危機之後，勞力士就從二線工具錶一躍成為機械錶之王。呢個背後嘅哲學係，機械錶喺工具屬性上永遠比唔過石英錶，唯一嘅出路就係成為奢侈品，追求手工感、藝術感、傳承價值。就好似今日大家都去買新能源電動車，再平都好，亦都會有人中意燃油車發動機轟鳴嘅聲音。石英錶再準，都會有人中意機械錶發條上燃嘅聲音。歷史就同大家講到呢度為止啦。咁我哋了解咗勞力士嘅技術背景歷史之後呢，而家就讓我帶大家去睇睇勞力士5個改變製錶行業嘅技術突破。第一個突破就係豪式錶殼啦。呢個作品呢係嚟自1920年代嘅。手錶當時有個好致命嘅問題，就係怕水。女士洗手要擲錶，男士下雨天就要將個錶放喺兜入邊。一塊錶就好似好嬌氣嘅小姐，又唔掂得水，又唔沾得塵。咁威爾斯多夫呢就諗到啦，我要做一隻錶好似深海入邊嘅生蠔一樣。咁於是就喺1926年，豪式錶殼就誕生咗啦。旋入式錶冠、密閉錶殼，靈感就係嚟自海底嘅蠔殼。豪式英文叫做 Oyster， 呢個名唔只係外形，更係因為佢嘅錶背係旋入去嘅，就好似我哋開生蠔旋住開一樣。威爾斯多夫將原本一體成型嘅錶殼變成了幾個部分組成，但仍能防止水進入。喺當時呢個就係呢個錶嘅獨特設計啦。但冇人相信你話防水就防水咩？為咗證明呢隻錶嘅防水能力，喺1927年，威爾斯多夫就揾咗英國游泳運動員梅賽迪斯格利茨，俾佢帶住勞力士橫渡英吉利海峽。想象一下，冰冷刺骨嘅海水，10個鐘嘅連續浸泡，海浪嘅拍打，鹽分侵蝕，上岸後渾身發抖嘅佢，舉起嗰塊錶，佢還在走，分秒不差。於是威爾斯多夫即刻買下當時嘅每日郵報頭版打廣告，一夜之間全世界都知道勞力士啦。呢個就係威爾斯多夫嘅厲害之處，佢唔單止識做錶，更識去講故事。但講到呢度，有一個非常之有趣嘅歷史細節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嘅。雖然豪式錶殼呢係喺1926年誕生啦，但勞力士嘅第一代水鬼 Submariner 直到1953年先正式面世。咁喺呢度提及一下啦，嚴格嚟講，勞力士好難稱為防水錶嘅鼻祖。寶珀呢個品牌先係潛水錶嘅開創者，一直係法國、美國、德國、以色列等多國嘅軍用潛水錶嘅供應商啦。但係如果單從功能性去講呢，勞力士確實係可能強於寶珀嘅。
因為勞力士唔單止只有 Submariner 呢個產品係做防水嘅產品啦，佢哋仲有 Sea Dweller 啦，仲有 DC 啦，都係做防水嘅產品嘅。咁呢3款產品呢，後續嘅第3部分我會同大家去講產品嘅時候介紹到嘅，咁就令人覺得勞力士先係潛水錶最厲害嗰個。寶珀就係捉住我係鼻祖嘅朵啦，勞力士俾嘅係我最襟打呢個朵。咁繼續去講第2個突破嘅技術啦，就係佢哋嘅行動機芯啦。1931年，勞力士推出咗行動自動上鏈機芯，呢項技術嚟自威爾斯多夫喺瑞士考察時發現嘅機芯製造商埃格納呢間公司。佢掌握咗一個技術叫做小型擒縱槓桿機芯技術，簡單啲嚟解釋就係用一個小叉子一樣嘅裝置，將尺輪一格一格咁撥動。埃格納可以將呢個裝置做得更細，咁樣呢，可以喺手錶入邊嘅零部件就能走時更精確啦。咁喺呢個發明之前呢，所有機械錶都係要手動上鏈嘅。咁啊，每日朝早起床第一件事就係擰個錶冠啦，先將嗰個發條上滿弦。如果唔記得咗，錶就會停啦。勞力士嘅工程師們呢，就開發咗一個360度旋轉嘅半圓形擺陀，呢個中央安裝嘅自動上鏈轉子，後嚟呢就成為咗幾乎所有自動機械錶嘅標準配置。只要你帶住手錶走動，擺陀就會隨住你嘅手腕嘅自然擺動而旋轉，通過尺輪系統自動給發條上鏈。更重要嘅係呢項技術還變相提升咗手錶嘅防水能力，因為你唔需要頻繁拉出錶冠上鏈，減少咗磨損，防水性能就保持在剛出廠時嘅水平啦。從此行動 Perpetual 呢個名就成為咗勞力士嘅精神圖騰，解譯就係持續運轉，永不停歇。如果你翻開任何一塊勞力士嘅錶盤，幾乎你都會睇到 Oyster Perpetual 呢幾個字。呢個唔僅僅係喺講緊機芯會自動上鏈，更係傳達一種精神，致敬往昔，塑造今日，指引未來。講完第2個技術啦，唔知聽眾朋友們對前面2個技術有冇去了解到啦？咁馬上嚟第3個技術啦，就係佢哋嘅 Parachrom 藍色游絲。勞力士嘅技術野心遠不於此。講下游絲係乜嘢？佢係機械錶嘅心臟入邊嘅心臟，一個比頭髮絲還細嘅彈簧，控制住擺輪嘅震盪頻率，直接決定走時嘅精確度。傳統嘅游絲呢，係有一個致命嘅弱點啦，就係驚磁場、驚溫差、驚震動。你將錶放喺手機旁邊呢，可能就會唔準啦。2000年，勞力士就研發出全新嘅合金材料鋰、鋁和氧嘅混合物，獲得專利。2005年又開發出表面處理工藝，讓游絲呈現出標誌性嘅藍色。咁呢個藍色游絲究竟有幾犀利呢？佢可以抗磁、抗溫差、抗震性能比傳統游絲提高10倍，而且完全喺勞力士內部製造。咁聽到游絲都係勞力士自己做呢件事，大家係咪都覺得佢已經好勁咁啦？但係你永遠估唔到，連錶圈都係自己去做嘅。咁佢哋嘅第4個技術啦，就係叫做 Serichrome 陶瓷錶圈啦。錶圈係手錶最容易磨損嘅部分，相信戴開錶嘅朋友都有呢個同感啦。好容易刮花、褪色、磨蝕。以前呢，就最興用鋁合金，戴幾年就會容易花嘅。咁到咗2005年啦，勞力士就開發咗自己嘅陶瓷配方 Serichrome， 佢可以防刮、防紫外線，永不褪色。仲有一個部分係最難嘅，就係雙色錶圈呢件事啦。點樣用2種顏色嘅陶瓷完美結合呢個技術難題，勞力士花咗好多年先攻克落嚟。
2013年推出咗 GMT Master 2蝙蝠俠黑藍雙色陶瓷圈，就係呢項技術嘅傑作啦。講完第4個技術，表圈都做埋啦。仲有咩仲可以做呢？的確仲有嘢可以做，就係材質嗰個問題啦。第5個技術叫做 904L 嘅不鏽鋼變態品控。講到呢度，可能聽眾都會有一個疑問：勞力士點解會咁貴？你可能會聽過一句話，因為勞力士用嘅係鋼材，佢嘅鋼材比人哋嘅黃金仲貴。呢句話確實聽起身有啲誇張，但亦都係反映咗勞力士嘅偏執。大部分嘅鐘錶品牌用嘅係 316L 嘅不鏽鋼，已經係非常之上等嘅材料啦。但係勞力士用嘅係 904L， 呢個係一個乜嘢概念呢？其實呢種鋼材呢，原本係用於航空航天同埋化工呢啲領域嘅，係非常之襟腐蝕，光澤又更加好，而且係極其堅固嘅。但問題嚟啦，904L 太硬啦，普通嘅加工設備根本加工唔到，咁點算呢？勞力士自己就去研發專用嘅設備。到呢個位，聽眾朋友可以去諗一諗，為咗用一種更好嘅鋼材，佢哋不惜投入巨資研發成套加工設備。呢個就係勞力士嘅偏執。但係呢度要講一個更誇張嘅事實俾大家知啦，勞力士係瑞士唯一能做2件事嘅品牌。第一，自主冶煉所有種類嘅貴金屬，其他品牌只能外購，但勞力士係自己煉嘅。第二，製作成個腕錶嘅所有配件，從原材料到成錶100% 自主完成，沒有任何外人插足。你諗諗，冶煉呢件事點樣諗都係金屬廠會做嘅事啦，但勞力士就自己做。而且雖然而家自動化程度已經好高啦，但係勞力士嘅機芯、表鏈仍然係用手工組裝，同埋表針、表盤嘅小時錶記仍然係手工安裝嘅。咁呢種人工嘅痕跡同埋人工嘅美，正是奢侈品必須有嘅嗰一環。另外，所有勞力士嘅機芯都係自產嘅，而且每一枚都係經過瑞士官方天文台認證，簡稱 COXC 啦。標準係日誤差-4到正6秒。但勞力士仍唔滿意，佢哋已經唔滿足於過去嗰啲外部認證機構嘅測試，而係自己建了測試中心，唔叫天文台，叫頂級天文台認證。喺出廠前，每隻錶都要再測試多一次，將所有嘅誤差控制喺-2到正2秒之間，比官方標準仲嚴格。而且唔單止測走時精度，仲會去測埋防水性能。環境誤差測試環境比外部機構更加嚴苛。咁另外講返就係勞力士每年嘅錶嘅產量都係做到100萬隻錶咁上下啦。聽起身其實好似好多咁，但對比其他品牌，其實呢個量仲係算好少嘅。點解咁講呢？因為佢哋嘅品控實在太嚴格啦。每一枚錶都要經過數週嘅測試，包括防水、防塵、走時、動力、儲存、抗震等等呢啲全部過關先可以出廠。咁經過啱啱一輪嘅介紹啦，唔知聽眾朋友對勞力士有冇更深入嘅了解啦？講返勞力士嘅返修率呢係行業最低之一嘅。好多人買咗勞力士呢，大概10年8年，除咗定期保養，基本係唔會壞嘅。正係因為質量過硬，勞力士嘅保值率極高，好多錶戴過10年8年，唔單止唔貶值，反而仲升值。你買嘅唔係一個消費品，係一個全家寶。所以你話勞力士貴唔貴？肯定係貴嘅。咁佢貴，亦都有佢嘅道理。佢將成本花喺你睇唔到嘅地方啊，包括啱啱有提及到嘅材料啦、工藝啦、品控啦，同埋測試等等呢啲咁嘅環節。而呢一種供應鏈同生產嘅極致掌控令到我又諗到2個類似嘅例子啦。
就係汽車行業嘅 Tesla 啦、特斯拉啦，以及日本工匠嗰種精神，從原材料到出廠一體完成呢一件事。總結一下呢一部分嘅內容啦，其實就簡單同大家去講咗下勞力士嘅錶係點樣生產，經過咗啲乜嘢環節做出嚟嘅，有咗產品，咁我哋係咪要去諗點樣去將產品賣出去啦？咁喺2023年8月啦，勞力士就做咗一個震驚成個行業嘅決定啦，決定收購全球最大嘅鐘錶珠寶經銷商寶齊來。呢個收購有幾重要呢？我同大家打一個比方，就相當於 Nike 收購滔博體育咁嘅概念。因為寶齊來擁有100多間零售門店，其中包括53家係勞力士專賣店，仲有48家帝陀專賣店，同時仲代理咗江詩丹頓、卡地亞、浪琴等呢啲品牌。講到呢度啦，又有一個好有趣嘅力量對比啦。勞力士嘅銷售咧已經佔到寶齊來嘅2/3嘅營收啦，但通過寶齊來渠道賣出去嘅貨只佔勞力士8%嘅生意。呢個就係點解勞力士可以買低寶齊來嘅原因啦。因為寶齊來嘅創始人都快90歲啦，又冇仔女繼承。而且喺眾多買家中，只有勞力士可以同時買到佢哋嘅渠道同埋貨源。點解咁講呢？因為好似開雲或者 LVMH 買咗寶齊來去計啦，佢哋就只可以買到店鋪同渠道呢件事，但係買唔到最核心嘅就係勞力士嘅貨源。勞力士話我唔供你貨，咁啊相當於買咗間空殼公司啦。所以勞力士收購寶齊來嘅意義係乜嘢呢？第一個就係掌握直營渠道獲取一手消費數據，第二就係一定程度可以緩解配貨亂象呢件事。好多人買勞力士嘅熱門款嘅時候啦，經銷商都會要求配貨嗰件事。想買一隻綠水鬼，你先要買幾隻冷門款，咁導致好多人嘅手腕上戴嘅並唔係佢哋最想買嗰隻錶，而係為咗樣關係買嘅錶。咁勞力士如果掌握翻呢個渠道，我相信啦，嗰啲咁嘅情況就會得到一定嘅緩解。咁第三就係為咗二手市場嘅佈局啦。掌握咗呢個渠道之後呢，品牌係可以做品牌認證嘅 pre-order。二手錶交易為一手同埋二手市場做鋪墊，所以可以睇下從1926年嘅豪式錶殼到1931年嘅行動機芯，再到2000年代嘅 Parachrome 游絲同埋 Cerakote 陶瓷圈，再到2023年收購最大經銷商寶齊來。勞力士嘅每一次突破都唔係為咗炫技，而係為咗解決真實嘅問題。從生產到銷售，從原材料冶煉到零售終端，勞力士完成了成個產業鏈嘅垂直整合。防水、自動、精準、耐用、可靠，呢幾個都係勞力士技術嘅哲學嘅全部。呢個就係勞力士嘅底氣。我唔係最平，但係我係最可靠嘅。咁就嚟到呢期節目嘅第3個部分啦。我哋啱啱第2部分講咗技術解決咗可以用嗰個問題啦，但係勞力士要成為傳奇呢件事呢，還需要第2個密碼，咁就係符號塑造呢件事啦。咩意思呢？就係將產品從工具變成身份象徵。咁我就揀咗7款錶重點同大家去傾啦。因為佢哋嘅表現呈現嘅方式唔單止係一個手錶，更係勞力士文化嘅符號。第一款要同大家去傾嘅手錶呢，係潛航者 Submariner 呢個款式。咁佢係1953年推出嘅，當時係勞力士第一個去打造潛水系列嘅手錶啦。咁佢嘅主要功能當時係做到防水可以防100米，咁後嚟就升到300米。雖然寶珀嘅50層
更早啦，但潛航者憑借勞力士嘅品牌力同埋可靠性呢，就成為咗最知名嘅潛水錶啦。旋轉錶圈可以計算潛水時間，夜光指針喺深海都可以清晰可見。但真正令呢款手錶成為傳奇嘅，反而唔係佢潛水個技術做到幾叻，而係一部電影。咁相信好多聽眾都睇過呢一部電影，就係007詹士邦呢出電影啦。詹姆斯邦德呢個角色。除咗007詹士邦火咗之後，其實最早係應該講翻係樂博士呢出電影入邊嘅新康納利演員帶過潛航者呢款手錶嘅。咁再到啱啱講嘅007詹士邦嘅飾演嘅演員啦，丹尼爾克雷格呢個演員啦，佢哋手上都係戴住呢款潛航者嘅手錶嘅。咁你諗諗，半個世紀嘅銀幕傳奇都有呢一塊手錶作為身影，係幾咁犀利啦！咁到而家嘅綠水鬼啦，被稱為綠水鬼嘅綠色錶盤潛航者啦，咁公價做到成7萬幾啦，市場價都係12萬打上啦，有錢都買唔到。黑水鬼就稍微好啲，但係都係要排隊咯。講唔知聽眾朋友有冇買開Submariner 潛航者呢款手錶啦，都可以喺我呢一期嘅節目下邊去評論，去講下你對呢款手錶嘅理解啦。咁我哋講翻產品啦，勞力士對海洋嘅征服呢就唔止於此嘅。喺1960年啦，勞力士就同美國海軍合作，將一塊實驗性嘅 Deep Sea Special 手錶綁喺潛水器外殼上，下潛到馬里亞納海溝嘅10,916米深處，嗰度嘅水壓相當於每平方厘米承受1噸咁大嘅重量。咁拎翻上嚟後，錶仲喺度走。到咗2012年，著名美國電影啦，詹姆斯卡梅倫呢個導演，大家相信可能都睇過佢嘅作品，包括《阿凡達》、《鐵達尼號》、《終結者》呢啲都係出自呢位導演嘅。咁佢就駕駛深海挑戰者號啦，佩戴勞力士 Deep Sea Challenge，再次下潛到馬里亞納海溝最深處，從300米潛水到10,916米嘅深海，潛航者系列見證咗人類征服海洋極限嘅全過程。咁聽完第一款同大家講嘅 Submariner 潛航者呢個款式啦，大家都可以睇得出勞力士做佢哋嘅手錶啦，唔係單止係得個樣啦。咁我哋廣東話講嘅，其實佢真係有內核嘅，咁有佢自己嘅技術突破喺入邊嘅。咁接住落去講啦，就係第二款產品啦，日誌型 Daydress 啦。咁相信可能有啲朋友都聽過呢一個款式啦。佢係出自1945年嘅，係世界第一款在3點鐘位置顯示日期嘅自動上鏈腕錶啦。咁呢款手錶嘅標誌性設計，大家知唔知係乜嘢呢？咁就係5珠鏈錶帶啦，英文就叫做 Jubilee 啦，同埋9牙圈Footed Bezel 啦。可以話呢款錶係一個好基礎款嘅設計啦。咁同時佢就迎合到好多場合啦，包括就商務談判嘅時候婚禮包括畢業典禮呢啲等等咁嘅場合啦。佢嘅 design 就係唔張揚，但係有份量。講完第二款手錶啦，咁第三款手錶呢，其實佢同第二款手錶係好相似一個款式嘅，只不過係多咗個日曆，咁就係 Day 啦，星期日日曆呢個款式啦，亦都被叫為總統錶，係1956年推出嘅，係第一款同時顯示星期、全稱同埋日期嘅腕錶。但 Day 呢款手錶嘅材質咧係好講究嘅，咁就係用貴金屬去製造嘅，包括黃金啦、白金、玫瑰金呢啲，從嚟都唔用鋼嘅。咁點解叫佢總統錶呢？就係因為可能啱啱講嘅材質嘅一個身份象徵啦，令到好多國家元首都戴佢嘅。咁同期嘅勞力士都好識做，好識去營銷啦。喺1946年，威爾斯多夫將勞力士生產嘅第5萬枚獲得瑞士官方天文台認證嘅手錶送咗俾當時嘅瑞士民族英雄吉桑將軍。嚟到1948年，第10萬枚獲得天文台認證嘅勞力士，當時呢款款式係叫做玫瑰金日誌型，送咗俾英國首相丘吉爾。再到1951年，
第15萬枚獲得天文台認證嘅勞力士黃金日誌型，就送咗俾二戰期間盟軍最高統帥，後嚟成為美國總統嘅艾森豪威爾。從此 Day-Day 就成為咗元首錶啦。咁翻到而家，你見到政界人士去戴 Day-Day 呢個款式啦，咁你就會覺得十分之合理啦。就好似勞力士嘅廣告語咁講啦，勞力士從嚟都唔係改變世界嘅，而係留翻俾識欣賞佢、識戴佢嘅人。當你戴上咗 Day-Day，你戴嘅唔單止係一塊錶，你戴嘅係一個權力嘅象徵。咁講完第3款嘅介紹啦，其實第3款嘅星期日曆型呢，同埋日誌型係好相似嘅兩款手錶嚟嘅，都係偏比較基礎型嘅兩款手錶啦。咁嚟到第4款手錶就同前兩個係有啲唔一樣嘅，咁就係格林尼治 GMT Master 呢款啦。佢係嚟自1955年為泛美航空設計嘅，可以同時顯示兩地時間24小時刻度嘅雙色錶圈。咁呢個款式最有記憶點嘅當然就係佢哋嘅雙色配色啦，包括紅藍配色，大家都叫佢百事圈嘅配色，仲有紅黑配色叫可樂圈嘅配色。到咗呢個位，大家可能有個疑問，點解佢要做雙色錶圈呢？呢個款式咁就要講翻呢款錶嘅設計理念啦，因為佢係為飛行員而設計嘅，為咗佢哋方便睇兩地時間啦，咁就做咗兩個顏色去做分別嘅。但係有趣嘅係啦，咁而家好多人都會買呢一個款式嘅，但係佢未必知道呢個款式嘅初衷設計係攞嚟睇兩地時間去用嘅，更多係為咗個顏色好睇去買呢件事。咁第4款嘅格林尼治 GMT Master 呢個款就同大家講到呢度啦。咁接住落嚟第5款啦，係重磅款啦，咁就相信睇過勞力士錶嘅朋友呢，都對佢一定有了解啦。啱啱講第4款個錶已經係咪好型？第5款絕對係型爆嗰件事。第5款就係迪通拿啦，英文叫做地通拿啦，係1963年推出嘅款式。咁佢就專為賽車手去設計嘅。錶盤上有3個小錶盤啦，可以精確計時到1/1秒。咁錶入邊嘅測速圈呢，係可以計算平均時速嘅。呢款錶呢，係以美國佛羅里達州嘅迪通拿賽道命名嘅。著名嘅賽車運動員馬爾坎坎貝爾喺所有賽車比賽中啦，都帶住呢個勞力士，並且5次在迪通拿海灘路線打破了汽車極限行駛速度。咁勞力士呢，就為咗向呢個賽道致敬啦，就推出咗專業嘅賽車計時錶。但係其實一開始呢款錶係根本唔火嘅，咁直到係咩情況呢？直到就係好萊塢巨星阿 Paul Newman 啦，阿保羅紐曼戴咗佢之後，咁就火咗起身啦。佢嗰一隻著名嘅熊貓錶盤嘅迪通拿啦，咁就喺2017年拍出咗1775萬元，咁就約人民幣1.2億左右啦，係史上拍賣價最高嘅錶。咁就分享一個有趣嘅細節俾大家啦。咁就呢塊錶其實唔係保羅紐曼自己買嘅，而係佢老婆送俾佢嘅禮物。咁錶背上仲刻住咗係 Drive Carefully Me 啦，咁就係小心駕駛愛你的我嘅意思。咁而家呢款錶呢，就有一個昵稱啦，咁就係叫做保羅紐曼地通拿啦。所以保羅帶貨咗地通拿之後啦，到而家為止好多明星都有去收藏地通拿啦，咁包括我哋嘅華人明星余文樂啦，喺2017年結婚嘅時候都佩戴咗一塊黃金膠帶嘅地通拿啦。好似潘瑋柏啊，咁佢都係收藏咗好多勞力士嘅產品，包括綠水鬼啦、彩虹迪啊、冰藍迪等等呢啲熱門款啦。林俊傑亦都係啦，GMT Master 2啊、地通拿等等呢啲款啦，同埋國際明星 JZ 啦，咁啊被譽為名人錶收藏家教父。
擁有多款勞力士啦，包括 Day-Day、地通拿等等呢啲啦。咁其中就包括價值120萬美金嘅鐵芬尼聯名款地通拿6263款啦。咁仲有就係 J. Miller 啦，佢又擁有價值3100萬美金嘅錶收藏啦。其中就係黃金綠錶盤嘅地通拿116508啦，就因佢嘅推介被稱為 J. Miller 地通拿啦。所以呢班明星去收藏地通拿都有一個共通點啦，就係唔單止將佢當作一個炫耀嘅工具，而係真係去學懂佢呢個系列呢個產品背後嘅文化識錶愛錶，咁加上佢哋自己嘅影響力去推動呢一個產品線嘅文化傳播啦。咁第5款嘅地通拿就介紹到呢度先我哋繼續去講第6款產品。第6款產品呢，佢係珠峰見證者嘅產品啦，同運動有關係嘅。咁中文就叫做探險家型，英文叫做 Explorer 啦。咁呢款產品係喺1953年5月29號，新西蘭登山家埃德蒙希拉里同埋夏爾巴向島丹真洛蓋呢2個人佩戴勞力士 Oyster Perpetual 登頂珠穆朗瑪峰啦。呢個係人類首次站在世界之巔啦。同年勞力士就推出咗 Explorer 呢個系列啦，紀念呢一個壯舉嘅。成塊錶嘅設計就係36毫米嘅錶徑，簡潔嘅黑色錶盤同時係369大號阿拉伯數字，夜光指針，冇多餘嘅裝飾，純粹就係一個工具錶。到咗後嚟先出 Explorer 2就增加咗24小時嘅指針同埋日期嘅顯示啦，專為洞穴探險同埋極地科考設計嘅。Explorer 代表嘅係陸地探險精神啦，咁所以佢就係為咗設計陪伴呢啲探險家征服地球上最嚴酷嘅陸地環境，喺海拔8848米嘅珠峰之巔啦，氧氣都稀薄，溫度仲係零下幾十度啊，氣壓只有海平面嘅1/3。Explorer 咧都依然精準咁運轉，成為咗探險家最可靠嘅時間夥伴啦。喺呢啲極端嘅環境下嘅可靠性呢，咁啊正是呢一個產品嘅工具嘅哲學嘅最佳體現啦。咁就唔知大家聽完前邊6款產品有乜嘢睇法啦，咁歡迎都可以去講講你哋對勞力士呢啲產品有冇了解過嘅。咁接住最後一款啦，要同大家去講嘅就係叫做天行者 Sky Dweller 呢個款式啦。咁佢係勞力士目前最複雜嘅量產錶款啦，42毫米錶徑，咁搭載9001機芯，後邊就升級咗係9002嘅，咁擁有年曆功能，1年只需要喺2月底調一次日期就 OK 噶啦。另外呢，佢仲可以同時顯示兩地時間。錶盤內圈有一個旋轉24小時刻度盤啦，12個月份窗口用唔同嘅顏色標識當前嘅月份。最獨特嘅呢，就莫過於係 Wind Command 系統啦，通過旋轉錶圈嚟選擇要調整嘅功能，然後用錶冠調整。呢個專利系統將複雜嘅功能嘅操作啦變得簡單直觀。動力方面啦，佢可以儲存約72個小時。咁另外佢有防水嘅功能，又係可以做到防水100米嘅。咁錶款呢，其實有2隻顏色嘅，係有鋼金雙色啦，同埋全金款係可選嘅。同時呢，可以搭配 Oyster 錶帶或者係 Jubilee 錶帶啦。所以 Sky Dweller 啦就代表咗係勞力士最複雜功能領域嘅野心，既要複雜又要實用，既要精密又要可靠。咁天行者呢款錶嘅介紹就到呢度為止先啦。總共第3部分同大家去介紹嘅係有7款產品嘅，唔知大家對佢哋呢7款產品有冇大概嘅一個了解啦？咁我哋開頭喺第3部分都有講到嘅，呢7款產品唔單止係工具，
更係勞力士嘅一個文化嘅符號。點解咁講呢？因為我哋從第一款潛行者 Submariner 去講翻啦，咁佢唔單止係一個潛水錶，佢更代表住冒險精神嘅符號啦。另外好似講到地通拿嘅時候迪通拿佢唔單止一個計時錶，佢仲代表係速度與激情嘅符號啦。另外就係格林尼治啦，講佢係一個飛行員錶，但係佢其實又係象徵住一個環球旅行嘅符號啦。咁 Day 啦，唔單止係日曆錶，佢仲係權力與地位嘅符號啦。最後嘅 Sky Delta 啦，唔單止係一個複雜嘅錶，更係掌控時間嘅符號啦。傾咗咁多呢啲內容啦，同文化符號嘅講解啦，咁可能大家都會有一個疑問，就係點解第三部分要講產品呢件事啦？咁同我哋正常嘅普通玩家有啲咩關係呢？啱好呢個部分就係為你哋而設嘅啦。如果你只係一個普通人，想買人生第一塊勞力士呢，咁我可以俾少少建議啦，小弟從邊度開始咁樣去傾嘅？其實大部分人第一塊勞力士究竟買邊款呢個問題呢，我估計你上各種平台去搜，應該都會揾到一個結論出嚟啊。咁我呢度就可能俾3個原則，大家去叫做建議啦，去傾嘅。咁原則一呢，我建議就係從經典款入手啦。咁唔好追啲熱門款先。好多人第一次買錶呢，都會想買綠水鬼熊貓迪通拿結果發現都買唔到嘅，或者係買一堆配貨，又唔係你想要嗰個錶啦。所以我嘅建議都係從容易買到嘅款開始入手啦。咁當然就係經典款啦。咁呢度會推介大家去入邊款呢？咁就係 Oyster Perpetual 啦，豪式行動。點解會推介呢一款呢？咁相信你有聽我呢個節目前面嘅內容，你都會大概有個知道啦。呢個係勞力士最純粹嘅款式，冇日曆，冇複雜嘅功能，只有時分秒3針啦。同時佢錶徑係有2個 size 可以選擇嘅，36mm 或者41mm 啦。咁佢嘅設計又係簡潔大方，男女都可以戴嘅。仲有一個好關鍵嘅原因推介啦，咁就係佢嘅價格區間嗰件事啦。我相信買得勞力士嘅朋友都好關注價錢呢件事啦。咁佢嘅公價就做到係4到5萬蚊嘅人民幣左右嘅，市場價基本係持平，唔需要溢價，呢個好重要啦。呢件事我自己覺得就咁，第一次買錶如果預算有限，追求低調實用嘅人呢，就非常之適合啦。咁個優勢都係容易買到啦，同埋保值穩定，百搭任何場合啦。呢個款式就，如果你覺得 Oyster Perpetual 呢款係比較普通，即係冇咩功能，齋睇錶覺得無聊嘅話，有啲悶嘅話呢，咁進階選擇我建議啦，咁就都可以去睇下嗰個 Datejust 日字型嘅。點解會推介呢款呢？咁呢個亦都係勞力士最經典嘅正裝錶啦。佢會有日曆嘅顯示，同時就配埋一個經典嘅5珠鏈錶帶啦，即係啱啱講到嘅 Jubilee 咧，呢個錶帶啦，同埋90圈嘅呢個錶圈嘅標誌性設計嘅。價錢上就公價做到係6到9萬蚊人民幣左右啦。具體就要跟翻材質同埋唔同嘅錶盤去定嗰個價錢啦。咁適合邊啲人群呢？其實就適合到啱講嘅入門嘅朋友都 OK。另外，如果你有商務場合需要嘅，我覺得戴呢款都好適合嘅。同埋有啲追求一啲比較經典款嘅 friend 都好推介呢款嘅。佢優勢就係辨識度高，選擇豐富，包括從嗰個錶盤嘅顏色錶帶嘅材質等等呢啲。如果你覺得啱啱推介呢2款都有啲悶嘅話，或者我唔想咁正經，我想我戴呢個錶嘅場合多元化啲，或者講有特色啲嘅，咁我就十分推介一個款啦，就係探險家呢款啦 Explorer 呢款。咁佢係做到36mm 錶徑簡潔嘅黑色錶盤，369嘅大號嘅阿拉伯數字啦，係勞力士最工具錶嘅款式。
價錢呢就做到公價大概係5到6萬蚊人民幣嘅。咁如果你係中意戶外啊，同埋要硬朗啲嘅 feel 嘅，唔想太張揚嘅人係十分之適合嘅。因為好關鍵嘅就係佢尺寸好適中啦，男女都可以戴，而且最重要佢係一個功能錶啊，佢帶出去係真係有功能係用得到嘅，唔單止係好睇呢件事啦。咁我覺得就非常之值得你去嘗試下呢一款咯。咁講完款式啦，我哋繼續去講就係原則2嘅內容啦。咁就我自己覺得就係購買渠道嗰個問題啦。因為我覺得揾一個好嘅購買渠道呢，咁啊一個保證到質量，二個係要係正品嗰件事啦。咁其實平時有咩渠道係可以買到勞力士嘅呢？最直接嘅方法肯定就係揾到勞力士嘅官方直營店啦，係嘛？你唔使擔心買咗之後售後其他嘅任何問題啦。咁拋開直營店呢，我哋仲可以揾啲咩途徑呢？我覺得第一個就係可以揾官方授權嘅經銷商啦，咁簡稱 AD 啦。佢嘅優勢就係正品保障啦、全球聯保啦、售後無憂啦。咁其實同直營嘅售後都係好相似嘅。但係就有一個劣勢點啦，即係唔好嘅點就係熱門款你係買唔到嘅，甚至係有啲經銷商咧要求要去配貨嗰件事先可以俾你買熱門款。所以如果你係買入門款同埋冷門款呢，揾經銷商買應該係問題不大嘅，因為呢啲都係應該係配到貨翻嚟嘅。如果真係你覺得你好想買熱門款，你都可以同經銷商去建立一個長期嘅一個銷售關係咯，我覺得都 OK 嘅。咁就青菜蘿蔔各有所愛啦。如果你真係要揾經銷商呢個途徑去購買勞力士嘅話，我建議啦就提前先做下功課，了解下你嗰一款究竟喺呢間經銷商有冇得賣，同埋係咪需要配貨。咁如果你話我先想入下門嘅話，其實我覺得大部分經銷商都應該有基本嘅入門款嘅。咁我哋繼續去講啦，除咗經銷商呢個途徑，仲有啲咩途徑呢？仲有就係而家勞力士因為想吸納更多朋友買得起勞力士或者係入手勞力士呢件事啦，咁佢就推出咗一個叫做官方認證二手嘅服務，簡稱叫 CPO 啦。咁佢嘅優勢點係乜嘢呢？佢嘅優勢就係品牌官方認證呢件事啦。第二個就係價格比全新可以平到10到20% 啦，而且係仲有官方保修嘅服務嘅。聽起身係非常之不錯嘅選擇嚟嘅，我自己覺得，因為有官方嘅背書啦，你唔使驚呢塊二手錶有任何質量問題嘅。咁就算真係有，你都可以揾翻官方去保修嘅。但係就畢竟係二手市場啊嘛，咁佢亦都有佢嘅劣勢點咯，咁就可能俾到大家嘅款係少啲咯。個就係依然佢係二手錶，咁二手錶咩概念呢？其實個成色係冇辦法同全新係一模一樣噶嘛，因為畢竟係用過，就算點修復都係有佢嘅痕跡喺度噶嘛。如果你唔介意佢係二手產品嘅話呢，我覺得呢個購買途徑都係非常之值得推介俾大家嘅，因為佢嘅價錢就擺喺度啦，一定係平好多嘅，比全新。咁二個啦，喺2026年嘅時候呢 CPO 已經落地喺中國啦，南京德基手店啦，咁大家都可以有興趣嘅話，可以過去了解下呢個途徑嘅。咁前面同大家介紹嘅兩種購買方式都係官方認證同埋授權可以買得到嘅方法嚟嘅，但係而家接住落嚟同大家傾嘅呢一個途徑，我覺得你係要十分之小心同謹慎。我個人就唔係十分推介你去通過呢個途徑去購買勞力士嘅。呢個途徑就係二級市場啦。咁二級市場包括啲乜嘢呢？有中古店啦、個人買家啦等等呢啲咁嘅方式嘅，咁亦都有佢自己嘅優勢啦，就係你選擇會豐富好多，甚至有啲淘汰咗嘅停產款你都可以購買得到，價格上面你都可以去同商家去傾嘅。
但係二級市場呢個購買途徑啦，係需要你有一定對勞力士嘅認知嘅。咁最簡單嚟講，你要識去分勞力士嘅真假錶啦。對於呢個嚟講，入門嘅朋友係非常之唔友好嘅。講實話，即係如果你都可以去揾機構去鑑定一塊勞力士啦，咁我真係建議你倒不如去揾翻一個授權店或者直營店去買啦，係嘛？仲有一個問題就係售後保障嗰件事啦，係未必係做到係同官方一致嘅，甚至如果你係買到一啲停產款呢，都未必係有得保先。咁當然啦，如果你可以揾到一啲好嘅中古店或者一啲好嘅個人賣家啦，要求佢哋出具一啲相關嘅款式嘅鑑定證書，有冇保留翻當時一個購買憑證啊或者票據之類嘅，咁可以攞住呢啲嘢再去翻官方店去問翻有冇呢回事都 OK 嘅，我自己覺得。但係前提就建議都係你對勞力士嘅產品要有一定認知同埋了解先。咁我覺得就冇咁容易俾人呃到咯。咁就總結出嚟呢3種購買途徑嘅方式就供俾大家去選擇啦。都係嗰句啦，你要跟翻你自己而家目前嘅狀況去選擇一個最適合自己嘅，呢個最緊要嘅。因為我覺得第一塊勞力士呢，係對你日後再買其他款嘅勞力士都係起到一個非常之緊要嘅一個作用咯。好啦，咁我哋繼續去講就我認為嘅原則3啦，就係理性睇待保值嗰件事，唔好將錶當成投資。點解咁講呢？其實好多人買勞力士係因為聽講佢有保值，咁呢句話呢，其實係啱嘅，但係唔完全係啱咯。因為其實勞力士都係分保值款同相對保值。或者係講大部分有啲款係未必保值嗰件事嘅。咁例如你講到保值款係有邊啲啊？咁你包括就係大家追開嘅而家市場比較熱度高嘅一啲款式啦，包括綠水鬼啊、熊貓迪通拿呢啲等等咁嘅熱門款啦。咁佢肯定有2級市場啦，咁啊市場價一定係高於佢嘅一個官方價嘅。咁同埋一啲停產嘅款啊、限量款啊、名人同款啊。有收藏價值嗰啲款，咁呢啲當然如果你投資到，或者你買到都係可以作為投資去使用嘅。咁但係有啲叫做大部分款啦，你可能買到手就翻嚟已經係打咗8到9折啦，2級市場嗰度。咁亦都仲有一種方法，就係你長期持有某個款10年以上，都或者有可能保到值。但係未必會好似啲熱門款咁暴漲咁嘅趨勢嘅，講實話就係。所以我嘅建議就係，如果你啱入門勞力士買第一隻錶嘅朋友呢，咁當然你就唔好往投資嘅方向先去諗，因為等你可以練成對勞力士嘅產品有十分之了解，咁我覺得你再去操盤，再去買一啲你認為升值嘅勞力士嘅款式係 OK 嘅。但係前提就係你已經對呢個品牌有一定嘅認知啊嘛，咁就我建議就你先去買一啲你自己中意啊，會經常戴嘅款式先咯，就唔係為咗所謂嘅保值去買一塊錶，經常擺喺保險櫃度，咁就好冇必要咯，係嘛？好，咁第3部分就同大家去講咗勞力士產品線嘅內容啦，咁包括前面講到嘅，我揀咗勞力士7款唔同方向嘅產品，同大家去詳細介紹咗佢哋每款產品嘅特色啦，再到後邊點樣入門第一款勞力士呢件事點樣揀啦，都有同大家好詳細嘅俾到一啲建議噶啦。咁唔知聽眾朋友對呢一個部分有冇你哋自己嘅想法，或者係聽完呢部分有咩建議啊？有咩你覺得需要同我交流嘅部分，都可以喺評論區嗰度講出嚟。我非常之十分之樂意聽大家嘅意見。咁我哋就繼續進入第4部分去傾啦。進入第4部分，咁第4部分其實有同第3部分一啲內容係有串聯關係嘅。
咁第三部分我哋有傾到就係產品線一啲內容啦，嚟到第四部分就係點樣將呢啲產品同社會嘅一個關係連結起身，咁就成為咗勞力士點樣將佢哋嘅品牌成為咗文化嘅一部分呢件事啦。勞力士同個社會嘅連結呢，就絕對唔係簡單嘅廣告投放啦，而係深度嘅文化滲透。咁就同大家去講幾個具體嘅故事啦。第一個故事就係捆綁咗體育領域嘅事啦。勞力士係扮演住一個卓越表現嘅計時者。咁勞力士唔單止係贊助商呢個角色啦，佢仲係有深度參與過一啲體育賽事嘅歷史嘅。咁包括講到就係溫布爾登網球錦標賽啦，佢係從1978年開始合作嘅，同勞力士至今已經有50年時間啦。勞力士呢，其實唔單止係喺呢個賽事成日會出現一啲廣告，就係掛住佢哋嘅 logo 啦，實際佢哋喺度負責緊賽事嘅計時，記錄每一個發球嘅速度，每一場比賽嘅時長。另外好似 F1 呢啲賽事啦，勞力士係作為官方計時嘅合作夥伴啦，喺時速300公里嘅賽道上0.001秒就可以決定冠軍歸屬，從而就可以睇得出勞力士作為官方合作嘅品牌，佢將計時呢件事係做到幾頂尖啦。仲有就係高爾夫大師賽啦、馬術障礙賽啦、帆船賽等等呢啲咁嘅比賽啦，所有需要精確計時代表住人類技藝巔峰嘅運動，都可以見到勞力士嘅身影。咁大家就可以睇啦，勞力士喺度表達嘅就係唔單止佢嘅錶有幾準，而係講俾全世界聽，所有頂尖嘅運動員都信任佢嘅錶。講完第一個故事，咁我哋繼續接住講第二個故事啦。咁第二個故事係同藝術領域有關係嘅。喺2002年，勞力士啟動一個叫做藝術導師計劃。咁呢個計劃好特別嘅，每年都會喺音樂、舞蹈、戲劇、電影、建築、文學、視覺藝術7個領域選出7位年輕藝術家，咁就俾佢哋跟隨呢個世界嘅大師學習1到2年。咁譬如講啦，華人鋼琴家郎朗大家都識佢啦，咁曾經又係擔任咗導師嘅，指導咗一啲年輕嘅音樂家。咁電影導演啦，馬丁斯科塞斯啦，建築師彼得翠姆托啦，都參加過呢個計劃嘅。咁通過呢個計劃呢，勞力士係唔求回報，唔要求所有藝術家代言，佢只係想表達一樣嘢，佢哋關心緊人類創造力嘅傳承呢件事，咁就睇得出勞力士同個社會連結上邊嘅一個關係啦。接住講第三個故事啦，咁就係關聯翻一個環保領域啦。佢哋有一個叫做保護地球行動不息嘅計劃。咁呢個計劃呢係喺2019年去做嘅。呢個計劃主要支持3個方向啦。咁第一個就係海洋保護，支持海洋生物學家西爾維亞厄爾嘅藍色使命，喺全球建立海洋保護區啦。咁第二個就係珠峰清潔，贊助呢個探險家清理珠峰上嘅垃圾同埋廢棄裝備啦，保護高山生態呢件事。咁第三個係雨林再生，就喺亞馬遜剛果等地支持雨林恢復項目。咁你可以睇下，就勞力士做呢啲事呢，表面上睇起身係公益事啦，係嘛？咁實際係喺度強化緊一個品牌嘅價值觀嘅。佢就喺度講俾大家聽，我唔單止關心精準呢件事，我仲關心呢個世界嘅未來。我哋嘅行動唔單止係講機心嘅永不停歇啦，更係對地球、對人類文明嘅永續嘅承諾。呢種價值觀嘅輸出，令到勞力士呢個品牌成為咗文化嘅一部分。所以第4部分主要就係講清楚咗勞力士點樣同呢個社會連結起身嘅。咁通過3個故事、3個領域啦，佢哋點樣去幫助一啲領域去發展，提供技術又好，提供服務又好，咁就令到更多人認識到佢哋嘅品牌啦。
咁就嚟到呢一期節目嘅最後一個部分啦，第5部分啦。呢一個部分呢，我主要同大家去傾嘅就係全球市場呢件事啦。點樣令到一隻錶係可以喺唔同嘅國家展現唔同嘅面孔呢件事？咁傾到呢度啦，你可能都會發現勞力士嘅一個表現唔單止係一隻手錶啦，佢仲係全球通用嘅語言。咁好有趣嘅就係唔同國家去演繹呢個語言嘅方式係完全唔一樣嘅。咁我哋先由美國開始講起啦。喺美國呢，勞力士嘅認知係好直接嘅，佢就係表示撈得好嘅證明，可以作為呢個全家嘅工具嘅。2025年，勞力士喺美國嘅傳統腕錶市場嘅份額係達到8%嘅，僅次於蘋果，係傳統腕錶品類嘅絕對領導者。咁美國人真係會攞潛航者去潛水，攞迪通拿去賽車，工具屬性係刻喺佢哋嘅骨子入邊嘅。而歐洲嘅市場呢，尤其係法國同埋瑞士啦，勞力士係國寶級嘅品牌，消費者嘅情感連接係好深喺度嘅。咁有句話就係歐洲中產嘅家庭呢，常有傳3代嘅呢個勞力士嘅情感價值係大於炫耀價值嘅。咁講返過嚟就係亞洲呢邊嘅市場啦，好似日本啦，佢哋係全球最獨特嘅手錶市場之一。中古喺嗰度係一種文化，而唔係二手嘅委婉說法啦。勞力士喺日本嘅市場佔據係22%嘅份額嘅，遙遙領先其他品牌。日本人呢就精於計算，視勞力士為可以變現嘅資產嘅睇法嘅。咁壓軸講嘅就係中國市場啦。相信好多朋友都想了解下中國市場嘅勞力士係點嘅樣嘅。咁中國市場呢，目前係正在發生一場深刻嘅改革喺度嘅。好多人認知啦，喺中國對勞力士嘅睇法都係啲暴發戶嘅標配啦。咁其實而家慢慢呢個印象係變化緊喺度嘅，咁啊變成一啲真係識欣賞勞力士、識錶嘅人嘅選擇啦。咁呢個變化係喺2025年底到2026年初開始啦。勞力士喺中國密集調整佢哋嘅渠道方式啦，關閉咗上海環貿 IAPM 啦，同埋永安百貨等多家老店啦。同時喺北京三里屯、上海前灘太古里呢，就開設咗佢全新嘅形象店啦。咁前面都有提及到啦，2026年1月啦，勞力士嘅中古錶認證計劃即係 CPO 啦，正式落地我哋中國內地嘅首間店係喺南京德基廣場嘅。通過呢一系列嘅轉變啦，慢慢中國嘅消費者從原本買勞力士係為咗俾人睇得到，越大嘅金撈越好嗰種心態啦，變成而家新一代嘅消費者開始研究勞力士嘅機芯啦，同埋勞力士嘅歷史型號啊等等呢啲啦。咁而家35%嘅年輕消費者都表示啦，首次去買呢啲奢侈品消費呢都會選擇二手。雖然係二手，但係佢哋係認可品牌嘅價值，但就拒絕為溢價埋單嗰件事。第5部分主要就講下唔同國家對勞力士嘅睇法同認知係完全唔一樣嘅。咁背後亦都係勞力士全球化戰略嘅精髓啦。同一個品牌喺唔同文化中揾到一個最合適嘅方法去表達啦，但核心價值係從嚟冇變過嘅。呢一種全球化同本地化結合嘅能力呢，咁就係勞力士可以喺全球市場保持領先嘅一個關鍵因素之一啦。終於嚟到呢一期節目嘅最後部分啦。咁唔知聽眾朋友記唔記得我哋開頭講過一個問題，就係點解勞力士可以從無人問津變成一錶難求嗰件事啦？咁我自己就諗答案可能係前面講到嘅，因為佢哋嘅獨有嘅技術，定係佢哋嘅營銷，定係佢哋做嘅一個品牌嘅稀缺性等等呢啲問題。咁喺呢一期
節目結束之前呢，我就想同大家去傾傾，亦都係總結翻就係前邊所有部分嘅一個內容啦，係點解令到勞力士成功嘅一個商業本質嗰件事啦，同大家去總結一下呢一塊嘅內容。第一個本質啦，其實就講翻，其實前面都有提及，可能大家唔知有冇好清晰一個點，就係勞力士佢係一個非盈利基金會控股嘅組織嚟嘅。呢個係勞力士最特殊，亦都係最容易俾人忽略嘅一個點。咁早喺呢個1945年嘅時候啦，其實威爾斯多夫就成立咗漢斯威爾斯多夫基金會啦。呢個係一個非盈利性嘅私人基金會。喺1960年7月6號啦，威爾斯多夫就去世咗啦。咁佢就將勞力士100%嘅股份轉入咗呢個基金會。咁講到基金會究竟係意味着啲乜嘢呢？可能好多聽眾都有個疑問喺度。咁其實就係簡單啲嚟解釋，就係勞力士冇股東呢件事啦，唔需要上市，唔需要每個季度交出漂亮嘅財報，亦都唔需要為咗短期嘅利潤犧牲長期嘅價值嗰件事啦。所以就唔使好似一啲上市公司咁樣啦，要求每年俾一個股東嘅解釋啦，每年嘅增長啊，或者係不斷要推一啲新嘢出嚟啊，擴佢哋嘅產能啊，追求規模呢啲等等咁嘅因素啦。咁基金會控股呢，利潤嘅一部分可以用於慈善啦。咁你包括各個領域啊，教育啊、科研啊、藝術嘅支持啦。再係就係一部分可以投入翻佢哋自己嘅產品嘅研發同埋產品嘅品質提升嗰件事啊，咁剩低嘅就係可以發翻員工嘅工資嗰件事啦。就係呢一種架構啦，可以令到勞力士用100年時間將一件事做到極致，因為佢唔需要好似上市公司咁樣每一年向股東去交代，佢只需要對自己去交代，咁就唔需要對任何人去妥協嗰件事啦。只需要對自己嘅產品品質負責就夠啦。咁我哋繼續去講啦。第二個本質就係勞力士點樣操控稀缺性嗰件事啦。好多人以為勞力士一標難求係因為產能唔足啦，其實係唔啱嘅，因為勞力士一年都可以賺到100萬隻錶，呢個已經係工業化大規模生產嘅一個情況啦，唔係啲所謂嘅手工作坊嗰件事。但係點解你仲係買唔到嗰啲所謂熱門款啦？就好似綠水鬼啊，或者熊貓迪通拿等等呢啲啦，咁其實就係勞力士喺度主動操控緊所謂稀缺性嗰件事啦。舉個例子同大家去解釋熱門款嗰件事啦，其實成件事就係佔比問題啦。綠水鬼同埋熊貓迪通拿呢啲熱門款呢，其實係佔到總產量嘅10%到15%之間啫，咁即係10到15萬隻。咁放翻喺全球分配嗰件事啦，呢15萬隻係要分配到全球1200幾間店嘅，咁平均落嚟就係一間店一年只有120隻左右啦。然後就要睇翻你當地市場有幾多個銷售點喺度啦。咁如果你話多，咁肯定就量多啲咯。如果你個銷售點少，咁就量一定係少噶啦。咁就回應翻呢一期開頭嗰個內容啊。你去到銷售點，即係所謂嘅專賣店啦，見到櫃台入邊係空空蕩蕩嗰件事啊，你想買，對唔住要排隊要配貨嘅原因就係呢度啦。聽到呢度啦，我相信好多聽眾朋友都會覺得勞力士喺度搞緊飢餓營銷，明明係可以製造多啲所謂嘅熱門款出嚟，點解硬係要搞嗰啲所謂嘅稀缺性啊？特登放少啲貨喺市場嗰度俾人哋買唔到嗰件事呢？就算我想支持你，你又唔俾貨我，咁點支持你呢？係咪會有咁嘅諗法啦？咁其實勞力士呢，用稀缺性嗰件事係想達到一啲目的嘅。咁我哋去講下佢想達到啲乜嘢目的。咁第一個目的當然就係大部分人諗到嗰件事啦，就係維持一個品牌溢價嗰件事啊。點解要咁做呢？經濟學原理都有講到啦，供不應求，價格係一定上升嘅。直白啲去講嘅就係你買唔到，要食炒價嗰件事啦。咁例如一個產品，佢嘅公價係賣緊7萬蚊嘅，市場價已經炒到12萬啦。咁呢中間嘅差值5萬蚊就係所謂嘅溢價啦。
亦都係一個品牌喺度製造緊所謂稀缺性嘅價值嘅意思啦。第二個目的亦都係最關鍵嘅目的啦，幫佢哋品牌去篩選客戶啦。真係想買勞力士嘅人呢，肯定係願意等，同埋願意配貨，亦都願意建立所謂嘅長期關係嘅同品牌。咁呢班人先係佢哋品牌最想要嘅所謂嘅核心客戶咯。最後一個目的就係點解要搞稀缺性呢？就係想控制翻自己嘅二級市場嗰件事啦。就好似2026年勞力士官方 CPO 認證二手要落地中國啦，就係品牌要攞翻二級市場嘅利潤翻嚟啦。所以呢個部分嘅商業本質講咗一件事，就係一標難求，唔係勞力士嘅問題，係勞力士嘅策略。佢喺度講俾大家聽，講俾個市場聽，我唔需要討好所有人，我淨去服務好我自己認為應該服務嘅人，或者係懂我哋品牌嘅人就夠啦。講完銷售端，我哋可以講翻生產端嘅事啦。咁就係第三個商業本質啦，垂直整合嗰件事，從原材料到終端嘅絕對掌控啦。咁我哋前邊講咗好多勞力士嘅技術，但係有一個問題，唔知大家有冇去諗過，點解勞力士可以做到咁變態嘅品控？咁答案就係垂直整合啦。垂直整合係咩意思呢？其實簡單啲理解就係從一塊金屬原料到你手腕上嘅呢塊成錶，成個過程100%都係勞力士掌控之下嘅。具體有咩部分係佢哋自己去做嘅呢？其實前邊部分嘅內容都有同大家去詳細解釋噶啦。咁呢度簡單同大家講下就係包括佢哋生產端嘅內容啦，自己嘅原材料冶煉貴金屬嗰件事啦，咁自己都有做到黃金、白金、玫瑰金同埋鋼材嘅材料啦，亦都係自己生產嘅904L 嘅不鏽鋼。機芯嗰一個板塊啦，就100%都係自主研發，連油絲都係自己做啦。再講到就係錶殼同埋錶帶啦，全部係自己生產嘅。咁組裝嗰個過程亦都係機芯、錶鏈全手工去組裝嘅，連最後嘅測試階段都係自建測試中心，仲比官方嘅標準更加嚴格。另外就係銷售部分嘅內容啦，咁佢哋自己嘅渠道啦，喺2023年嘅時候收購咗呢個寶齊來，開始控制零售終端嗰件事啦。到二手市場佢哋都要控制埋啦。2026年啦，喺中國落地嘅 CPO 啦，官方直接下場做埋二手嘅利潤翻嚟啦。所以點解講成個過程100%都係勞力士掌控之下嘅意思啦。呢個商業本質都係可以體現到一個百年品牌點解可以走得咁長久嘅原因，就係佢哋有一個垂直整合資源嘅能力嗰件事啦。咁優勢就好明顯啦，品質係可以自己去把握嘅，人哋又學唔識你嘅嘢，因為都冇你呢一套完整嘅產業鏈。而個成本係可以控制嘅，雖然前期嘅投入係會大啲，但係長遠嚟睇，自己做肯定比外包更慳錢。仲有咩啊？仲有就係供應鏈嘅安全嗰件事啦。你好似前面部分都有同大家傾到石英危機時啦，好多品牌係因為依賴外部供應商而崩盤嘅。咁勞力士因為乜都係自己做，反而就係活得最好嗰個啦。咁呢幾個商業本質嘅內容就同大家講到呢度為止啦，亦都係今期節目攞勞力士呢個品牌同大家第一次去嘗試去拆解一下一個品牌佢嘅成功嘅背後係需要啲乜嘢內容啦。勞力士嘅成功本質就係一個關於行動嘅故事，一個24歲嘅孤兒喺所有人嘲笑手錶嘅時候選擇咗相信未來。一個品牌用100年時間將精準、可靠、恆久呢3個詞印喺每一塊手錶入邊，一代一代嘅探險家、運動員、創業者將勞力士戴喺手腕上，唔係因為佢貴，係因為佢代表咗一種永不停歇嘅精神。更重要嘅係勞力士用佢獨特嘅商業結構證明咗一件事。真正偉大嘅品牌唔係追逐所有人嘅中意，而係堅持自己嘅價值觀，讓值得嘅人去揾到你。
勞力士賣嘅唔係時間，係關於時間嘅信念。行動不息，永不停歇，亦都係關於商業嘅信念。喺資本逐利嘅世界入邊，用非盈利嘅結構堅守百年不變嘅品質承諾。好啦，呢一期節目就到呢度啦。如果你係準備買第一塊勞力士嘅聽眾呢，咁希望呢期節目可以幫到你理解，你買嘅唔單止一塊錶，係一個品牌100年嘅商業哲學。了解今期節目嘅更多細節啦，歡迎大家可以去翻我呢一期節目嘅 show notes 嗰度查翻我整理出嚟嘅資料來源啦。非常之感謝大家收聽本期節目。致敬經典，連接現在，我哋下期再見，拜拜。